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入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3月13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缅怀228受难历史唐德宗的精神甲贡献，唐德宗纪念协会上午伫唐德宗纪念公园举办队史纪念会，包括副市长赵庆辉、纪念协会理事长、唐德宗的查某孙仔以及日本熊本县余土市，也有市长组团前来参加。会后嘛参观拄修复完成的唐德宗故居。唐德宗历史为了捍卫公义，伫个228事件期间应用来就义。台南市政府伫个伊的受难日3月13，定为台南市正义甲勇气的纪念日。今年是唐德宗过身78周年，台南市唐德宗纪念协会上午嘛特别伫个纪念公园举办追思会，一群人先默哀，然后手摕青花。向着唐德宗的当上来献花。3月13号也是我们台南市勇气与正义的纪念日。那这个的起初当然就是为了纪念我们汤德章律师，为这个台南市很多的莘莘学子牺牲他的这个生命。那特别除了在张灿宏市长的任内，我们在这个民生绿园已经更改为汤德章纪念公园。那在赖市长的任内，我们特别把3月13号定为台南市勇气与正义的纪念日。那在黄市长的任内，我们在这个汤德章纪念公园前的这个中正路，我们也把它改名为汤德章大道。那所以一连串的这些有关于纪念汤德章律师，以及彰显我们对于正义
对于这个时代的勇气，希望我们未来的后代都能够记得这样一个律师为我们这个城市所留下来的非常这个正义跟勇气的一个事迹。今仔是纪念唐哲宗安尼78年受难日吼，今仔3月13是受难日吼，而且伫迄个78年前甲70年前对唐哲宗咧，咱台南市也是台湾省拢无啥有认捌。伫最近呢，这10年来，较开始认捌这个唐哲宗，所以呢，伫咱台南有一个正义甲勇气的纪念日这个是特别为着唐哲宗来设的伫咱未来呢咱有看到这个唐哲宗吼，伊过去伊的奋斗，伊迄种精神是即摆的人即摆少年人通学习的，几乎即摆讲要像安尼伊的正义甲勇气，人毋尔正义尔，你若无勇气，你嘛无法当牺牲家己。现场包括副市长赵清惠、文书工作者李文祥，甲着唐哲宗的查某孙汤雅清，以及唐哲宗的父亲故乡日本熊本县鱼土市，嘛有着市长组团来参加，展现对唐哲宗历史的敬意，甲着对台南的关怀。经过那么多年了，然后里面有一些都是破损了，那他等于是说透过我们理事长，因为我们有协会嘛，所以就是透过协会还有理事长这边他们的还有一些理事的努力，所以就是能够修复，拿到应该是文化部的经费，然后帮助我们把这个故居修复起来。修好了的故居是尽量坚固恢复唐哲宗先生伫迄个时阵生活的时阵这个样态就对来修复，所以整个会恢复这个唐哲宗先生伫遐开着事务所，佮因住伫遐起居的这个情形。当时我嘛伫修复的过程内底，用出2楼一个较大的空间，会当伫未来做常态性的这个展览。含这个讲座，佮种种的活动，拢会伫迄个所在当进行。同时我嘛会含这个台南的228关怀协会等等这相关的团体做伙来共同来使用这个空间。伫个追思会过后，一行人嘛以步行的方式行到唐哲宗的故居。这个有公民的力量募款抢救的故居，对去年5月开始整修。经过整修后，上午嘛由着副市长甲着协会家属等人重新来开放，希望带领民众更加深入了解唐哲宗历史的事业，将正义的坚持甲着人权价值的精神继续来延续落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安南区公所13号邀集各里的里长甲志工共同来宣誓奉治天狗日的决心。日后将会针对抗地、抗厝等等高风险的所在，加强巡逻驻清。区长魏文贵表示，除了基础正当3000外的驾驶以外，嘛决心继续维持去年的0病例。安南区伫112年，曾经因为空地、空厝等潜在天狗热高风险，本土病例拖到3254例。不过，去年伫政府甲民间齐心防治病例已经挂零。面对今年雨水多，一寡海沙污起来是乐港市场等过去的热区，地方嘛烦恼甲。蟒虫有够多啦，迄像地下烧拢大家拢足恐怖，拢唔敢落啦。遮的迄落空厝啦、空地啦，安尼整理理的，互安尼较清气想的，较袂发生一寡遮的迄落蟒虫。为了基础教育，嘛展现政府甲全民共同防疫、继续拼0病的决心。13号，安南区公所邀集51里的里长，将近1000名志工的代表来到公所举办誓师大会，场面盛大。旗帜飘扬，代表着我们51里区公所一同齐心做防疫，请现场各位帮我们热烈掌声好吗？我们辖内非常多的空地空屋，甚至如海沙屋废弃的市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稽查的重点。那社区里面呢，
另外还有所谓的天沟，还有我们的雾后沟，那当然也是我们巡查的重点哈。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动员这些志工来针对安南区高达107平方公里的面积，我们的所有的角落能够由这些近1000名的志工来协助。来寻到清刷。会中市府副秘书长尤天豪、卫生局副局长林碧芬、甲议员李忠诚等贵宾拢到场关心，呼吁防治天高节无撇步，就是寻到清刷，对源头杜绝病媒网的滋生。住家是毋是当做一寡红布条啊？摆伫咱的你的大入口，还是说我们的垃圾车上面？我感觉这个效果会较好。登革热防治的时程是3月份会进行宣导，会宣导，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台南市政府有关各机关都会进入到各区里面去做宣导。4月份我们就会进行开罚，防疫的具体的作为，不外乎就是巡倒清刷，还有落实。那我们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务必要做好巡倒清刷，来确保我们身体安全。当然，为了落实储备顶容易生网虫的风险，一日会分配2支天钩棒，透过科技的工具来辅助有效防治，并积极动员社区的人力，相信只要自清零死角，就当阻挡病媒网的传播。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议员李克伟号召社会各界善心人士甲企业13号捐赠一批物资，予台南市安平康复之家，包括白米1700多公斤，以及包啊、现金等等，希望帮助康复之家收容弱势族群。为帮助弱势，台南市议员李克伟结合各界善心人士甲企业，平时主动来捐赠白米等物资。上午总共募集了864包的白米，这些白米拢是集合众人的力量，有的捐赠120包，有的上8包，总共1700多公斤，将捐赠给台南市安平的康复之家。我想康复之家长期在我们安平都照顾着这些真的很需要社会来关怀的一些朋友也相当的辛苦所以我们也希望社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子也让抛砖引玉可以踊跃的来为他们加油打气也可以来为他们支持共同为我们这些社会上需要这个协助的这些弱势的好朋友给他们更大的温暖。今天很感谢几位议员，还有阿水伯包子，还有我们潘师姐，还有少光董事企业公司来今天赞助我们今天的一些爱心物资的活动。那安平康家呢是在地的安平，我们在安北路33号那边，我们照顾一群身障者。那真的很感谢这一次社会大众对我们的帮忙与赞助，非常感谢。捐赠仪式包括市府社会局以及受赠单位。安平康复之家的主理嘛拢亲自到场，并且一一颁证感谢状。除了白米，另外还有企业捐赠的现金以及其他的物资，嘛有民众热心来购买包啊、薏米等，希望提供康复之家收容的弱势族群来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北市中和的华新街有缅甸街的美好。其中的缅甸华侨刘祥明来台20天，做过真侪种的工课，甚至开过翕相馆。几年前决定要转行，伫缅甸街开印度缅甸料理餐厅，主要是卖咖喱饭，也有鸡腿饭。当时随着台湾人的口味来做调整，真侪人食过了后，拢变成老顾客。电锅打开刹那间，香米饭出炉，一层一层挖起姜黄和其他香料组成的香米饭下，则是一只只的鸡腿。这就是中和华新街上最有名的香米鸡腿饭，由担任过摄影师的缅甸华侨刘祥明所料理的印度美食。它是这边比较特色的，我们的印度的那个传统的煮法来煮的。我们为什么鸡腿我们的前一天原本我们鸡腿摆在下面，还有米香料半熟煮完以后，鸡腿再把它盖下去，一起焖到差不多40分钟左右。
乡民简单说明做法，但实际上料理步骤都得花上时间。一早8点上工，拿出事先用各式香料腌制好的去皮鸡腿，整齐地摆在内锅中。再来用各式香料煮半熟米，再放入锅中和鸡腿一起焖煮。而这些功法来自他童年中在缅甸生活对于印度美食的记忆，再加上学习印度人道地做法，加上针对台湾人的口味做调整，用电锅焖出广受欢迎的香米鸡腿饭。那我小时候看过的东西啊，比较简单，然后印度师傅马上教，马上就我的学会了。哦。所以要煮这个香米饭，就是要这么的费工。要费工，也是要技巧的，也是要很快的。你有兴趣的话，学得很快。这鸡腿卖完了，要等40分钟下一锅，稍等一下哈。淋上咖喱酱的香米鸡腿饭有多受欢迎？第一锅出炉不到中午12点，销售一空。要吃就得耐心等。至于味道如何，从供不应求的情况来看就知道，好吃值得顾客花时间等待。刘祥明说，缅甸的饮食受印度影响许多，还有咖喱也很推荐给大家。而要品尝印缅料理，可以试试纯麦制作的印度饼加上咖喱酱。印度人除了米饭之外，印度饼也是常见的主食。刘祥明以健康考量，以纯麦制作的印度饼，手工揉饼擀成圆饼状后，再以油炸的方式高温炸出印度饼。那怎么品尝这道美食，就让刘祥明教我们。撕开肉，放在里面，罗旺子怎么配？比较清爽，看见，咬一口。纯麦印度饼受顾客的接受度不输给香米鸡腿饭，虽然是油炸的印度饼，但吃起来不油腻，带有嚼劲。搭配咖喱加上罗旺子做成的带点酸味的酱料，去掉油腻感，这道异国美食也广受台湾人欢迎。很酥味，然后不会太油，卡斯的。第一次吃吗？那厚薄度刚好。吃起来像油炸还是像烤的？感觉有点像烤过再油炸。实际上它是油炸的，吃不出来哦。对，吃不出来，而且不会很油。我的感想就是很好吃。很像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吃饼皮类的东西，但是因为它酥酥脆脆的，所以就是很刷嘴。刘祥明开设的印缅餐厅，以自己童年印缅饮食文化为主，再融入居住台湾20多年的经验，以入境随俗的心意做发想及创新，为华新街带来招牌美食，要让顾客一吃成主顾，一访再访。记者肖世宏综合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高雄轻铁转线通车以后，带予民众真大便利。不过，由于有真侪民众阁未惯习，常常因为无注意到轻铁列车发生车祸。根据统计，发生事故上侪所在，就是轻铁大顺路段。去年到3个进前，就发生过26件交通意外。轻轨列车缓缓驶进月台，搭乘的民众有的上车，有的下车，这是民众搭乘轻轨的日常。但轻轨大顺段自从开放之后，事故频传。经统计，从去年至截稿前为止，一共发生26起事故意外，且数量很可能继续往上升。是那个本市轻轨经本队统计自去年至今年现在为止总共发生26件。那在这26件中呢，有2件是在专用路权区，那其余24件是在公用路口。那最高是可以处罚到新台币5400元。
根据警方统计，于共用道路路口大顺路段与轻轨发生肇事最高路段，树德家商到科公馆站总计有4件最高，其次为大顺觉民路口2件，大顺2路、大顺2路55巷与大顺3路铁道1街口各1件。面对事故频传，身为高雄市议会交通委员会召集人的黄文义对此也有话要说。当然，整个的捷运局以及交通局对于这个路口的部分要做更明确的一个标示，让我们的行车的朋友们，他可以到了路口的时候，他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说这个有轻轨行经，要特别提加小心。所以我觉得双方面都要进行啊，包括公部门，他要在如何补强在路口的标示的显眼度。然后第二个，交通安全教育要提升。黄文义指出，其实轻轨交通事故发生率提高的关键点在于用路人没有注意轻轨列车通行，且部分人缺乏礼让列车先行的观念，再加上大顺段通车之后，周边相关的标示仍有可加强的部分，未来需要市府与人民共同努力，才可以让轻轨撞击案件数量减少。记者潘志光、黄子倩高雄报道。为了推动青年文化甲歌舞运动，基隆市政府甲台湾铁路公司再次合作，伫个七堵车站打造第2座全新的歌舞空间。现场用美式复古的街头艺术的风格呈现，用合体机路、火车甲音乐等等的元素，展现出城市的活力甲文化的魅力。5、3、4、5、6，准推。七堵车站大厅，年轻舞者大跳热舞，散发热情。基隆市政府打造街舞练习空间，继基隆车站南站出口之后，再次和台铁合作，在七堵车站打造第2处练习街舞空间，让年轻族群好开心。多了这个地方，交通会变得更便利。怎么说？就是不用跑那么远，像如果坐在这附近的，又要跑到火车站，就是跑蛮远的。这个地方蛮好的，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因为没有一些场地，可能还要租教室或者在学校里面练，但是那些场地有一些就在花钱，不然就是学校场地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这边就是一个免费场地，我们还可以跟其他人认识，而且它的地板也很滑，也不会到我们动作有一些没法做，然后它的光也很亮。启动仪式上，市长谢国良邀请各协会舞者和民意代表参加，宣布这项好消息。非常高兴，我们第2座的室内的青年的街舞空间在七堵火车站完工启用，提供青年朋友更多的一个室内街舞的选择。这里的设计跟南站的设计又略为不同，但重点都是要提供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有一个好的风雨的一个青年的活动空间、街舞空间。那再加上我们目前有的七堵的室内的一个健身中心等等，让七堵的市民朋友、让青年朋友更多运动的选择。宽敞的练舞空间，加入彩绘铁道、火车和音乐元素等设计，让青年朋友可以尽情享受。大家都知道，常常会受到天气的影响，然后我们就又会湿冷，这样很找不到空间。那多了这2个空间，除了说一个在市区，然后一个在七堵。那因为这2个空间都是非常的宽阔的，然后也都是会有定期人去清洁打扫，所以整体下来都是非常的舒适。那的确影响很多，不管是学生、上班族或是一些基隆的市民，他们在这种空间使用运用方面呢，都非常的便捷多。因为其实基隆有许多空间，现在是可以做这个练舞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像乐龄长者啊，或者是小朋友，他们都可以来使用这个空间，不只是街舞的小朋友，因为也有许多民间团体，他如果需要空间上的活化使用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有很多定期的不管是警察的巡逻也好，或者是环保局，他可能也都会来做这个定期的巡逻的清洁，我觉得是很赞的一件事情。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议员曾宜芳、张耿辉、蔡旺莲、郭美秀、秦真、何思伟正等议员都出席启用典礼，期盼街舞文化为基隆注入新活力。
那我们都知道基隆是一个多雨的城市哦，那市长也有照顾到我们的老少中青的一个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些福祉嘛，因为下雨哈，那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活动你没办法去嘛，所以市长也有感受到说这个舞蹈还有这个运动的空间的一个重要性。那谢谢市长他动土先机了解说这个空间的一个善用。铁路局一起来合作，然后承租这个场地来做这个街舞的活动空间，这是非常有良善的这个用意然后让我们所有的不管是七堵区也好，基隆市的也好，甚至外县市也好，这些青少年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来舞出一个活力。那市长上任以后，我想这2年多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努力，尤其在长者方面，他有长照的平台；在儿童方面，他有儿童的游乐场所及我们的儿童平台。那今天青少年的话，已经有集合做的让他们街舞的挥洒空间，我觉得非常棒。那基隆是一个多雨的天气，那有这样子的活动场域，让小朋友对于运动发展、舞蹈发展可以更好。那宜芳在这边感谢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市民好朋友可以多多来利用这样那么好的街舞空间。现在基隆的南站也有一所，那今天七堵也有一所，我想可以分散大家年轻朋友这个选择性以及这个拥挤性哈。那我希望说，在这个市长的这个政策领导之下呢，我想让室内的这种活动空间越多，对基隆的气候来讲是非常适宜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推展的一个政策。第2处街舞练习空间提供明亮的灯光、电源，让舞者不受天气影响，尽情表达自己，散发活力，享受舞蹈带来的快乐。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阿妈你好，我是来跟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增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波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0%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0%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
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叉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